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新體驗在馬灣。嗱，依家咧我哋就身處喺馬灣呢一度啦。咁最近呢，就係一個大型主題公園正式開放喎，就係宣揚愛與和諧，推動愛生命、愛家庭、愛地球呢啲正面信息嘅。咁就係一個香港嘅旅遊新地標嚟噶噃。我之前而家講緊嘅就係挪亞方舟啦，佢就係全球唯一一個咧係根據住遠古記載以1:1比例建造而成嘅。嗱，你睇下幾咁宏偉，拍住隔離嘅青馬大橋，可以話係咧互相輝映啊！唔單止啊個外形獨特啊，就連咧挪亞方舟裏面咧都有非常多元化嘅設施同埋活動嘅喎。哇，真係有好多好多啊！譬如有方舟多媒體博覽館啦、方舟花園啦、珍愛地球館啦、哇方舟生命教育館啦、跨越奇緣，哇好多好多好多啊！我想行啦，我唔等你啦。喂，等埋啊！我覺得咧喺香港咧，其實都有唔少嘅大型主題公園啦。不過今次我哋介紹咧就有啲唔同噃。冇錯啦，因為今次呢一度咧，除咗可以俾一家大細玩之外咧，有個更加重要嘅使命，就係要人咧珍惜同埋了解生命啦。呢個方舟生命教育館就係全港第一間以生命教育為主題嘅互動設施，透過一系列獨特嘅遊戲，令人體會到生命係一份珍貴禮物嘅意義，從而建立正面、樂觀同埋積極嘅人生目標。聽落好似幾嚴肅喎。梗係唔會啦，啲互動遊戲不知幾咁新穎好玩啊！呢度一共分為4個區域嘅，咁分別咧就係自我認識區啦、人與人關係區人與社會關係區，同埋人與世界。咁我哋一齊體驗下啦。透過呢度4個區域，我哋可以自我認識、了解、探索生命。好似呢個大難臨頭咁，參加者置身喺一個密封嘅裝置裏面，自己選擇去拉其中一條繩，跟住就會唔知有啲乜嘢跌落嚟。呢種患得患失嘅感覺，其實就好似人生之中每做一個決定都要自己承擔後果㗎。至於我就對倒數30秒感興趣啦，參加者先寫低自己5年大計，然後走入模擬太空艙，體驗生命結束前嘅最後30秒，究竟會諗啲乜嘢？乜嘢先至係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嘅呢？哇！原來呢度真係有大大小小嘅旅遊設備嘅喎，仲有度假酒店俾大家享受一下添。酒店設有雙人房，同埋可以供4位旅客或者8位旅客入住嘅營舍。洗手間都有2個，啱晒一家人嚟度假。每間房仲有獨立露台，設備真係一流啊！香港人平時非常忙碌，嚟到呢度，大家可以暫時放低煩囂嘅生活，感受一下馬灣島優美嘅大自然景致，真係令人心曠神怡啊！真係啱晒一家大細嚟玩啊！一陣間呢，我都要打俾我媽咪，叫佢嚟享受一下先。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